Hello， 早晨啊！我哋今日咧又見到李老師，哇，我好開心啊！又在這裡見到了香港金嫂。Hello， 我們今天參加的活動題目叫廣貨行天下，網聚新佛山。耶！本次的活動呢，立足同心同行。第一站就嚟到佛山中央法務區，咁呢度咧可以處理一切嘅商事糾紛。咁呢度咧唔單止覆蓋咗企業全生命週期嘅法律服務，亦都係知識產權嘅司法保護據點。咦，又見到我哋好朋友啊，阿港女，呢度係咩話？法務郵局啊！哇，法務啊，啱晒，我哋去法務添。法務啊，唔係發夢啊！法務郵局。咁如果大家咧冇法務需要，係可以嚟到呢一個法務郵局飲咖啡嘅，因為呢一度嘅咖啡真係好有性價比啊！好啦，今次分享到呢度，記得關注我，點個讚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